苗学长，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。那就别说呗。我还是说吧，毕竟呀，人命关天。我昨天晚上做了个梦，梦见你跳崖了，而且死得非常的惨。我是真的怕你遇到什么危险，才过来告诉你的。哎呀，是真的，你别不相信，我没有吓唬你。我信了，遇见你一定没有好事。完了，我们不会真的掉下去吧？高空坠落，难道我的梦真的要应验了吗？拜托你闭嘴可以吗？等下，别动，退回去，轻点，退回去，别动。苗学长，你怎么比我还紧张，还胆小啊？我拜托你，不要说话。你不会真的有什么事儿吧？你别吓唬我呀！你不会是有那个什么幽闭恐惧症吧？来，擦擦汗，擦擦汗啊，擦擦汗！你不用害怕，不用害怕，再过20分钟，同学们就会下课，就会有人发现我们了。你再坚持一会儿啊！你是不是觉得喘不上气？深呼吸，跟着我一起，预备，走！1、2、1，喂，我，天哪，遇见你我怎么会那么倒霉啊？苗里，你醒醒，你别吓我呀，苗里，你醒一醒啊你！强重，苗里，你醒一醒，苗里，不会是要人工呼吸吧？先擦一擦，1、2、3，1、2、3。你们继续吧。不是，他晕倒了，你快帮我扶他，小桃。哎呀！他是不是得了什么绝症，怕我伤心，所以不肯和我相认呀？王兰，你想什么呀？脑洞不要太大。对。是不，老师，他会有事吗？老师，他说晕就晕，身体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幽闭恐惧症，放心，不是绝症，一会儿就醒来了。等等吧。谢谢老师。那个，那你先看着点，苗大神，我出去了。小桃。你不想跟我解释什么吗？我也是想帮他们嘛。你这不是在帮他们。如果这个时候真的发生危险，别说是你，连我也挽回不了。
哎呀，师傅，我错了。以后在学校不准有法术了。是真的不记得我了，还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啊？你这15年都生活在哪里啊？你教我的剑术还没有忘。还有这个伤疤，每次看到这个伤疤，我都特别的愧疚。要不是因为那次荡秋千，你醒了？感觉怎么样？你好点了吗？刚刚，谢谢你。哦，谢什么呀？你上次送我来过一次医务室，这一次我送你一次，咱俩算是扯平了。那个，我去跟校医说你醒了。不用，我没事。你看嘛，我说我梦见的都很准，我的第六感很准的。我给你倒杯水。谢谢。这15年，你都生活在哪里啊？啊？你记得启明福利院吗？我不记得什么福利院。可是你不是孤儿吗？5岁，时间不对啊！你是从6岁才……虽然我是孤儿，但我没有待过福利院。我想，我应该生下来就被抱养的吧？他们跟你说的？这不需要别人跟我说。从我有记忆来，他们就一直在我身边了。可是那个吊坠……你有这个吗？这个东西我也带在身上，是我爸妈给我的信物。电梯惊魂怎么样啊？还在回味呢？怎么了？没亲到，不开心啦？我那是要给他人工呼吸，什么亲没亲到的？那你们刚才都聊了什么呀？能聊什么呀？就是他给我看了张他5岁的全家福，证明他没在福利院待过。有没有可能是记错时间了？照片没准是在离开福利院拍的呢。可他说他从小被领养，关键是他好像别的事情都记得，唯独福利院的事情不记得，这怎么解释得通呀？这个世界上啊，本来就有很多事情是解释不通的。可这件事也太奇怪了，更别说我还能梦见他，还能预感到他有危险，这怎么可能是巧合呀？那你打算怎么办？
继续缠着他？当然，我得把这个事情搞清楚。大晚上你干什么去啊？我去打个水，你快睡吧。哦，那你小心点。好。师傅，是我，放手，放手！什么时候能长大，不这么幼稚？我还是不是你亲徒弟啊？下这么重的手。哎，师傅，小姐说她梦到过这次危险，为什么会这样啊？梦到过。小姐说她一直做梦，梦到有人有危险，那个人就是苗里。但是为什么苗里不记得小姐了？过去的事不重要。他记不记得，还是如今又遇见。只是你知道这段姻缘有结束。你在他身边有什么情况，要多加注意。我知道。我们今天遇到一个叫狐狸的，一直鬼鬼祟祟跟着小姐，可是以我的功力，又算不出他是什么来头。我会调查清楚的。哎呀，师傅，我们还是告诉小姐这些事情吧。现在还不是时候。回去吧。汪楠，苗大神的事情，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办呀？我准备去趟福利院，档案资料应该有线索。去哪里？去哪里？带我一起去好不好？你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怎么哪儿都有你？去，一边去！我们跟你很熟吗？怎么不说了？王来救过我，是我的恩人，是吧，王来？小事情了，狐狸不用记在心上。怎么可以不记在心上？这么大的事儿，周末一起带我去好不好？可是我们去的是福利院，没有什么好玩的。福利院，我最喜欢去福利院了。那好吧，我们一起去吧。一起去吗？